DJI Osmo Mobile HP 係一款三軸雲台嘅手機穩定器，全新設計嘅多功能追蹤模塊同埋大屏嘅遙控器。多功能追蹤模塊除咗有一個智能跟隨鏡頭之外，佢仲係一個補光燈，到8檔嘅亮度同8檔嘅色溫，可以喺埋個遙控器度隨意調校。透過 NFC 連接 Apple Dock Kit， 用手機嘅原生相機同埋第三方拍攝程式，絕對冇難度。內置鋰電池提供10小時嘅長續航，仲可以中途為手機叉電。今日就試下用嚟自拍踩單車得唔得嘅呢？自己一個踩又唔使帶啲咁貴重嘅器材，都可以做到自拍跟拍嘅效果。呢個多功能大屏遙控器真係要好好利用佢，輕觸屏幕一粒掣就可以將個雲台轉翻直到9:16放 IG， 開始追蹤，然後遙控器撳錄影，主角可以埋位，即刻起步上車。起步呢一刻有路人甲亂入，但係 Active Track 8.0 依然係冇跟得到。下一條片我又用 DJI 另一種器材去追蹤我踩單車，大家記得留意咯噃。呢條片到呢度啦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